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今日扣留了一批来自东突厥散涉嫌通过强迫劳动制造的近13吨的假发与其他人发产品。联邦海关官员查获了13吨货物中的一部分，包括大量人类头发制作的假发、接发等。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经对这批头发产品下达暂扣令，这批货物的价值超过80万美元。边境保护局声明指，这是由和田洛浦县美系发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头发产品，这个公司的注册地址恰好就是当地关押维吾尔人的所谓再教育营地址。该公司成立于2月初，也恰好跟再教育营大肆扩张的时间相同，因此边境保护局怀疑这些发制品为奴工产品。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贸易办公室执行总裁布伦达·史密斯说，这些产品的生产构成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英国等27个西方国家在6月30日呼吁中国政府收回推行港版国安法的决定，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联合国人员到东突厥散进行调查。英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布莱斯维特代表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及瑞士等27个国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只对中国推行港版国安法感到忧虑，危害一国两制，对当地人权有明显影响。另外，布莱斯维特即要求北京当局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供方便之门，到东突厥散调查中国政府任意拘留及大规模监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并希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可以就香港及维吾尔问题定期提供报告，确保当地的人权和自由受到国际法保障。移动安全公司 Lookout 研究人员周三表示，从2013年开始的中国黑客行动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一项规模庞大但往往悄无声息的行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从人们的手机中获取数据。Lookout 发现了一些恶意软件之间的关联，表明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组织是如何入侵维吾尔人使用的安卓手机，其规模远超此前的想象。无论维吾尔人走到哪里，无论走得多远，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其他国家，恶意软件都在跟随他们。参与揭露该活动的 Lookout 威胁情报工程师阿普瓦尔库尔马说，就像看着惊驶者在世界各地跟踪猎物一样。报告中声称，黑客自2013年以来一直追随维吾尔人，并指出这种情况已影响到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等14个国家的维吾尔人。据指出，该恶意软件主要针对维吾尔族，但也可能针对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和藏族。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日前正式认定中国的华为和中信两家电讯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此作出回应。赵立坚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抨击美方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滥用国家力量。他还督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的出于抹黑和指责，停止对中国特定企业的无理打压。据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当地时间6月30日正式裁定，将中国华为和中讯通讯列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禁止电信运营商使用政府资金向这两家中企进行采购。去年，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公司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电信设备。中国电信巨头华为随后被美国商务部列入贸易技术管制名单。英国和欧盟有关脱欧后双方未来关系的谈判在周四提前一天结束，警告称双方之间仍存在巨大分歧。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谈结束后，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尔发表声明，英国于今年1月31日退出欧盟，这次谈判将决定英国和欧盟的未来关系。
巴尔尼也指出，与有限数量的专家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并没有取得具体进展。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严重分歧仍然存在，但他相信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并且符合每个人的利益。